遇上小小塔羅並非偶然，針對你事業上嘅煩惱，宇宙有一個好重要嘅指引送俾你。小小塔羅為你抽咗一張牌，係聖杯三逆位，宇宙提醒你要小心假閨蜜、假兄弟。職場上同你嘻嘻哈哈嘅嗰班人，背後可能就係插你一刀嗰個。宇宙叫你即刻忍下口，唔好再將心事同八卦周圍講。你而家事業上嘅煩惱，大部分都係因為人，唔好再夾硬融入一啲無謂嘅小圈子同聚會，嗰啲唔係人脈，而係消耗你嘅負能量。工作上嘅合作出咗大問題，有人攞彩，有人射波，唔好指望個團隊救你，你一定要靠自己。你要切記遠離辦公室是非，唔好妄想職場有真愛，留返自己嘅社交能量去增值自己，對你嚟講先至係最實際、最有利。以上係大眾占卜，匯集咗好多人嘅能量。如果你想有更個人化嘅解讀，或者深度探索自己嘅課題，歡迎私信 IG 查詢，預約個人占卜。我哋下次見。